屬蛇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係一個重新開始嘅年份。我哋終於過咗本命年，所有嘢都開始慢慢向好啦。好多屬蛇嘅朋友喺本命年嘅時間，曾經經歷咗一啲嘅離離合合啦，又或者係財運上嘅起落都會有少少問題。今年開始好啦，尤其是喺事業運方面，我哋有6分星，6分係以前嘅朝廷俸祿啊，即係話升職加人工，今年咧應該有你份啦。但係好多朋友曾經喺成年嘅時間轉過工，今年仍然係喺心情上，又或者喺個適應上咧，先至啱啱開始好啲咋。因為我哋空星有蜜月星，係面對陌生環境帶嚟嘅壓力啊，你會瞓得唔係咁好啦，甚至乎失眠。我建議多接觸下大自然，或者去一啲高能量嘅地方，令自己身體好啲。另外仲有病符星，好在佢唔係大病痛，但係傷風感冒比較多啊，所以過年期間用多啲米色嘅嘢，對自己個健康運係一定有幫助㗎。